美歐以至全球嘅主要政府債息喺8月進一步下跌，全球負孳息嘅債券市值咧係曾經突破17萬億美元嘅水平。歐洲絕大部分嘅政府債息咧都跌到去負數，而美國10年同2年期之間嘅息差咧亦都跌到去負數。上述市場嘅演變咧係反映投資者對全球經濟衰退嘅憂慮係正在上升嘅。中美政府喺8月底再次宣布互相加徵對方嘅進口關稅，增加咗兩個國家喺9月會談出現全面破裂嘅風險。當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持續上升咧，好大程度上係受到早前已經實施嘅關稅措施同埋多年嚟各國積累咗唔同嘅結構性因素所拖累嘅。市場而家普遍認為咧，聯儲局實際上已經落後於經濟減弱嘅週期㗎啦。假如美歐日央行能夠喺未來嘅時間果斷咁採取市場意料之外嘅寬鬆措施咧，將會有助減低當前全球經濟下行嘅壓力。相反啊，假如一眾央行仍然係猶豫不決，市場嘅力量咧最終都會迫使央行喺日後作出補救性嘅寬鬆政策嘅。